继续来看台西有一对泰国华侨翁仔某，因的细汉查囝小脑萎缩，这个先生得到大肠癌甲肝癌，治疗需要真大条的医药费，即马拢是靠太太做手工咧维生，希望大家当伸出着援手，甲因斗相共。台西有一对泰国华侨翁仔某，两个人的查某囝有小脑萎缩，原本就有医疗的开销，不过当时有工课先生苏拉鹏也会当负担。4年前，苏拉鹏得到大肠癌，无法度上班，规家伙仔熊熊无经济来源。CIT 后来就赶快安排啊！以前我有工作，我不怕啊，他花多少，因为我常常工作，1个月我做30天呢。苏拉鹏为着厝内人去治疗，想袂到治疗完成，癌已经转到肝。医药费搁加上几啊年无做工课，收入早就无存款啊！即马规家伙仔干那会使靠太太送玻璃卖手工做的头套来维生。要打电话给我们订，那个人头多大不一样。伊直到有朋友去厝内坐，才知影医生建议苏拉鹏继续治疗，不过治疗一摆就要5万外，两翁仔某无法度负担，所以伊将这个状况放到网络顶。这几天有真侪善心人士到出来送物资，互因真感谢。想帮他们渡过难关。即马就毋望社会上有能力的人会使斗相共，互苏拉鹏会当安心去做治疗。